战神大人，战神大人，说，最近我们发现有很多夜族人在万宁州一带活动，只怕他们在那儿已经有了自己的据点，此事还得烦请战神大人亲自前往处理啊。我知道了。这是我300年后的第2世。两位大哥，请问你们知道出口在哪儿吗？我怎么也找不到出口，这下脚又崴了，你们能帮帮我吗？小女子愿以玉佩作为答谢。哎呀，姑娘，就你一个人呢？我爹自小便不要我们了，我和我娘相依为命，只是没想到我娘也得了重病，离开了我。太可怜了。哥哥知道路，跟哥哥走。哎，对，哥哥知道路。谢谢哥哥们。那走吧。哎，走，推车去。慢点。哎，慢点。这里是出口吗？怎么感觉迷雾越来越浓了？这当然不是出口了。你要是出去了，哥哥们还怎么享用你呢？鬼！味道果然好，鬼！本小姐非常满意。鬼啊！鬼！刚刚不是还迫不及待吗？怎么现在急着要跑呀？精气真是浓厚，果然，男人的丑恶欲念是滋补的上好佳品。又来人了！救命！有没有人？救命！我的脚好痛！救命啊！有没有人？有没有人？依稀，你真的回来了。公子，救命！公子，能不能救救我？我好害怕！我刚刚看到那边有2个人死得好惨，能不能帮帮我？公子，求求你！他们怎么死的？你不知道吗？他们怎么死的？我怎么会知道啊？要不你就跟他们一起去吧。你就是在这一片作乱的夜族。原来是个小仙人，我说怎么伤不了你？看你还算有几分姿色，就这么死了，怪可惜的。不如就先让我欣赏一下。竟如此无礼！你可知道我是谁？还是个恪守仙道的仙人，当真是有意思。可你越这么拒我于千里之外，我就越是对你感兴趣。让我来看一看，你破了戒之后，究竟是什么样子。看来要让你失望了。我真是对你越来越感兴趣了。我叫白楚离，你叫什么？
以后不许再作乱。既然小仙人不想我作乱，不如我们来谈个条件。只要你今后一直待在我身边，我就答应不再伤人，如何？我从未见过如此厚颜无耻之人。你若再伤人，我定饶不了你。我看过这么多男人的眼睛，你骗不了我。你分明就是对我有意思。不过没关系，我就喜欢难度大的。你为何来此？方才那女子便是昔日的白衣溪，看来你还是找到她了。我整整等了300年，如今我终于等到她了。那你可知这一世夜神仍在她体内？等到夜神之力爆发，你仍需杀了她，以报3级。你说什么？你此前为何未曾告诉过我？本尊若是早告诉你，或许你就不愿意苦等300年，再次杀死夜神了。既如此，这执剑人我不当也罢，我是不会伤害他的。这是他的宿命。执剑人你可以不当，自然有别人来做，到时候他一样得死。我言尽于此，其中的道理，你好好领会吧。为什么？为什么会这样？或许你最大的心愿，就是能肆意痛快地过一生，哪怕最后是一样的结局。可是我无法再面对你，我不能再杀你。我不能再让你承受相爱却不得不分离的痛苦。哎，来，客官，这是您的。哎，好，来喽！哎，轻点儿，哎。于妈妈，哎呦，十一公子来了，有何吩咐呀？今儿晚上我就要他了。没问题，十一公子，今晚呀，他就是你的了。媚儿，快！怎么来这么晚呀？可让本公子好等啊！毕竟最好的都是需要等待的。哎，你这是调皮？我说媚儿，春宵也可值千金，我们还是快点儿看正事。你是什么妖怪？十一公子，这么快就不记得我了吗？我可是你刚刚亲自挑选的。我什么也不知道。救我！救我！怎么是你？原来是小仙人，看来我们果然很有缘分。你不是在万瀛州吗？还不是为了你？为了找你，我只好走遍天下，不然怎么可能这么快就见到你？你说过不再伤害任何人，不可原谅。我是说过没错，
但条件是，你必须陪在我身边。小仙人难道忘了？所以，其实是你杀了他们。强词夺理，不知悔改。你以为我真的不会杀你？真是好笑！我本就是夜族的人，靠吸食人的恶念为生。若他们都是像小仙人这般的正人君子，我也杀不掉他们。反倒是你，作为九重霄专杀夜族的上仙，为何还不动手啊？莫非舍不得杀我？你什么啊？说。糟糕，大意了。你现在这个样子，可跟平时凶巴巴的样子真不一样。既然落到了我手里，我倒要看看你真实的样子到底是什么。你要干什么？下去。小仙人，不要这么急着赶我走嘛。如今我就在你面前，那你还在犹豫什么？为了控制自己，居然不惜自封学道。你以为这样便无事了吗？我告诉你，你现在这副样子，更加容易任人宰割。他明明看我的眼神就是迷恋，却宁愿自伤也不碰我一丝一毫。其他的男人怕早就按捺不住了。奇怪了，这痕迹到这里就消失了。十一公子方才明明是……既然你不愿意从我，那本小姐便不帮忙了。小子，刚才有没有看见一个巫女模样的人跑哪儿去了？不说话，这小子肯定有问题。难道他是妖女假装的？师兄，给他点颜色看看。好，千里山雷。这几个三脚猫，真是废物。那妖女还是有些功力的，看我的！师弟啊，看来我们只能上绝招了。快跑！快跑呀！试了这么多小伎俩，还想抽身而退？站住！
可都是那些道士做的，与我无关。怎么，你要把他们的过错怪在我身上吗？不必解释，你不是喜欢以色诱人吗？我要你在此立誓，从此不做伤及他人性命之事。若违背此事，你的容貌会变得奇丑无比。好，好，好。我白楚离在此立誓，若我再做什么伤天害理的事情，那我将会变得奇丑无比。这样总行了吧？记住你今日说的话。本小姐说，你说了可不算。为了控制自己，居然不惜自封学道。小仙人，果然和那些臭男人不一样。可惜我还不知道他的名字，看来我得想办法再见一见他。你别管了，你别管了，我不敢了，我再也不敢了，我不敢了。刚刚不是还要轻薄于我吗？怎么现在就不敢了？我不敢，你饶我，饶我，饶我！自从上次被那怪异的小子坏了我们的好事儿，这一晃这么多天过去了，连那个妖女的影子都没看到。哎，听说那夜族妖女专以美色勾人，要不咱也假扮个风流才子？哎，好主意！听说那妖女是个绝色美人，我们先会会她再抓。你们要找的是我吗？怎么，看见本小姐的美貌，走不动道了？美？你这也叫美呀？大胆！本小姐貌美如仙，岂轮得到你们在这放肆？敢说我不美？还给你们留了个全尸，感谢本小姐的大恩大德吧。还从来没有人说过我不美。我白楚离在此立誓，说我再做什么伤天害理的事情，那我将会变得奇丑无比。不可能，不可能啊！你看他，这脸上是什么呀？太吓人了！真吓人啊！他怎么长成这样？你说什么？你再说一遍！这女人干嘛呀？我哪里吓人了？就是吓人，说你呢，男人靠近都想吐，小孩见到你就想跑。别影响我们做生意了。怎么回事？婆婆怎么会？没有用了。自从楚离姐姐带回来的精气越来越少，婆婆就一直饿着，也不让我说。刚才就……要不是我的脸，也不至于稀释不到任何男人的精气。都怪我。这是婆婆带
他让我给姐姐的。说日后重伤的时候可以护姐姐一命。天下至宝，寒木归元石，可惜却没能救婆婆的性命。假以时日，我会不会也像婆婆这样死去？白蜀离，你们这些老弱病残，占据灵泉这么久，如今死的死，弱的弱，是不是该让出来了？我呸！灵泉一直是婆婆和灵儿的地方，收留无依无靠的夜族孤寡在此生活，连这都要抢，你还要不要脸？哼！夜族从来都是成王败寇，弱肉强食。白楚离，你现在已经是个丑八怪了，你护不住他们了，哼！你就不要再逞强了吧！啊！你怎么在这儿？你一直跟着我。嗯。我变成现在这个样子，你满意了吧？我宁可你拿钱一剑杀了我。并非我让你变成这样，当初是你自己立下誓言，没有遵守。我害的那些男人，明明家里妻妾成群，却喜新厌旧，还有出去寻花问柳，更有甚者，虐待欺凌女人。说不是他们贪恋我的美色，也不会被我引诱上钩。如他们都是像你这样，我伤害得了吗？你的意思是，你还是正义的了？不是，我难过的是，我明明从来没有伤害过你，你却为了那群臭男人要取我性命。你讲道理说，我何时要伤你性命？你把我变成这个样子，跟取我性命到底有什么不一样？我都变成这副模样了，还不知道你的名字呢。你就这么想知道我名字？那当然了，你是我见过最好看的小仙人，也是最难搞的一个。我叫婉孤晨。婉孤晨，好熟悉的名字。你就是九重霄战神婉孤晨。
怪你法力那般高强，还总是坏我好事。怎么，你害怕了？你既然是战神，而我如今这个样子，先解决你自己的问题吧。你们先住在这儿，免得再被他们找麻烦。这里怎么有一种很熟悉的感觉？我这个样子，你不要看着我。你这是？我把精气传给你们，你们不要再去害人了。楚离姐姐，为什么晚顾城叔叔再也不来了呀？我不知道。可是灵儿这么多天都没有饿肚子，她明明晚上趁我们睡了就来传输精气给我们，她为什么不来见我们呀？灵儿，我们离开这里好不好？啊？为什么？因为我想看看他到底来不来找我。走。楚离姐姐小心。没事。楚离姐姐，你的脸。万孤城，万孤城，我知道是你。为什么你肯让我的容貌恢复，也不肯见我？既然你不肯见我，那我就去找你。战神大人，您回来了，仙主让您过去一趟。知道了。仙主叫我来是有何事？本尊是要提醒你，不要忘记自己的职责。身为九重霄执剑人，我自然会做好表率。此事无需仙主担心。可他却自己找上门了。战神，该你出手了。我是不会伤害他的。既然如此，看来只好由本尊亲自动手来收拾他。等等！本小姐来找人，我看谁敢来！好大的口气，竟敢在九重霄闹事，本座倒是有些佩服你了。你，莫非就是九重霄的仙主？正是。
你来的正好，我来找婉孤城。你不是来找我，但我却要找你。为三界安危，不得不取你性命。你这老头子，怎么如此不讲道理啊？我不过来找一个人，你为何取我性命？要怪就怪你，不该生在这世上。慢着！婉孤城，你终于来了。你不该来的。既然来了，就履行你的职责吧。他本不该存留于世，你既是九重霄的执剑人，若是偏袒于他，让天下苍生，该如何想？今日既然我在这里，也没有人可以伤他。你明知他的身份，即便他没有觉醒，也依然是业族中人。这三界之害，人人得而诛之。本尊希望你能深明大义，明辨是非。所以，你是因为身份的原因，才一直躲着我的吗？老头子，你的意思是，若我不是业族人，便不用被这般对待？你想说什么？我白楚离向来敢爱敢恨，如今我的确是看上了婉孤城。若是因为身份原因，便对我心怀芥蒂，那今日我便将这魔骨从我体内抽出。你疯了！你可知抽取魔骨的痛苦，不亚于噬心之痛，稍有不慎，便会灰飞烟灭。即便如此，你也愿意吗？当然，本小姐说一不二。停下来！别过来！婉孤城，你知道吗？我从未想过，此生还会爱上你。区区魔骨，比不上你1/1000。现在，我看谁还敢对本小姐有异议。想不到你竟如此果决，我倒真有些敬佩你了。只不过本尊从未答应你，抽取魔骨便饶你性命。婉孤城，你果真要为了他对抗整个九重霄吗？你别管我了，他们根本没想要放过我。我怎么能不管你？整个三界，唯一想要守护的人，就只有你。
众仙听令，执剑人宛孤臣勾结夜族，结阵诛之。看着自己心爱的人被围攻，应该很难受吧？是，我就是你，我拥有无上的力量，可以去救他。什么意思？想要力量去救他吗？我要救他！我想要力量，我想要力量！夜神之力，果然是他体内的夜神之力爆发了。众仙结阵，诛杀夜神！阿晨，你醒了？你没事吧？你先担心自己吧。受了这么重的伤，还带我离开，宛孤臣，都是因为我擅自去找你，才害你受伤的。你放心，我一定会对你负责的。你怎么了？在九重霄的时候，我脑海里一直有个声音跟我对话。你知道那个声音是什么，对吗？你们夜族的父神。夜神？不可能啊！那是只存在于传说中的上古邪神，不应该存在于世啊。它是存在的。300年前它是存在的，是我亲手杀了它。如今它又在你体内复活，待你体内的夜神封印减弱后，它便会彻底爆发。所以到那时，我便会消失，对吗？那有没有什么办法，能够除掉我体内的夜神？只有持有神剑的执剑人，才
才可以与之抗衡。你的意思是，若我到时无法控制，便只能由你来杀死我。我才不允许自己的性命掌握在别人的手中呢！我就不信了，三界这么大，就没有别的方法能够压制他。我也不信，一定会有办法的。对了，我之前听说，神农氏后人和昆仑虚那边有很多奇门法术，我们去看看。你急什么？你先把伤养好再说。我可不想拖个累赘上路。你先好好休息。族长外出未归，还请两位在此小住2日。一旦族长归来，我便来请两位。有劳了。请自便。我来。传闻神农氏孕育着一株千年的火流枝，它具有压制魔气的功效。只是这东西生长条件太为苛刻，近年来也未流出半点风声，恐怕什么？是谁说不愿意让自己的性命被捏在他人手里的？如今人还没见到呢，就自己灭自己为风。我才没有。对了，刚刚那条路上我看到一家点心铺子，里面的点心我从未尝过，你去帮本小姐买来。一起去。太远了，我懒得走。好了，为了答谢你，今晚我做饭，怎么样？我要吃鱼。知道了，知道了，交给我吧。走开！不管你是什么东西，本小姐绝不屈服。楚离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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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怎么了？楚离，怎么样？骗你的，被我吓到了吧？是不是演的特别逼真？胡闹！怎么胡闹了？我就是想看看你紧不紧张我。你越紧张我，就代表你越爱我。你越爱我，我就越高兴。下一个，不准老板着脸。你不是想看我紧不紧张？那是我刚刚的想法，现在我想法变了，我就是这么难伺候。怎样？难道你不喜欢？喜欢。你怎么样我都喜欢。
你们的来意我已经知道了。这位姑娘，魔气侵体，本来活流之是有抑制之效，只可惜活流之早在800年前就已绝迹。不过，我听闻昆仑仙山特有的黑河草能够压制魔气，也许可以一试。好苦，这黑河草果然苦。怎么样？什么感觉？我感觉体内的魔气被压制了一部分，这药果然有效。此药收效甚微，根本无法根治。一定是我喝的还不够多。这药实在是太苦了。阿晨，你喂我。果然不苦了，我感觉好多啦。你脸怎么红啊？我没有。你干什么？你说我干什么？生命恢复，此时不急，大娘好了。怎么不急？我们应该及时行乐，享受当下。及时行乐。要不要去看灯会？夜风又细细扬起漫长北风，细感你看这个糖葫芦。你好，我要一个糖葫芦。好的。谢谢。给你钱。哎。它是我的，我没想跟你抢。板着个脸干嘛？灯不好看还是我不好看？你现在才刚刚恢复，游灯会是会消耗心神的，还是要注意。出来玩想这么多干什么？笑一笑嘛。差点都忘了，我家小仙人气度如此不凡，一定很招人喜欢。你修行这么多年，可曾有过心仪的女子啊？
有啊，就是你。你少蒙混过关，我是说在我之前，你要如实回答。在你之前，也是你。没想到你如此油嘴滑舌。也罢，你不想说，我逼你，毕竟神秘感才更吸引我。我没有撒谎。几百年前我说过我爱你，只是你忘了。好，我相信你。那还好我们没有错过，我们以后也不要错过。不会错过的。无论是之前、现在，还是未来，我都会找到你，并且爱上你的。姑娘可要捏个泥人啊？好呀，老板，你就按照我的样子捏一个。得嘞。就这么大。拿好啊！多谢老板。多谢老板，谢谢谢谢。一点都不像。哪里不像了？挺好看的。那，这个泥人给你，你收好。送我的？我的身体也不知道还能不能恢复，就当给你留个念想吧。若是真的命不久矣的话，本小姐也是允许你将来爱上别人的。不过呢，我有一个条件，就是你不准忘记我。平常呢，你就把它收起来，也不用摆在外面。平常你也不用想我，就是偶尔看到他的时候，再想一想本小姐。怎么样？我答应。我不会忘记我们之间发生的一切。都是你再次相遇的时候，别让我等太久了。怎么样？
明日我们便前往混沌山谷，那里一定有办法可以救你。你知不知道，其实在我心里，你才是最独一无二、最厉害的药。夜族人，可我从未见过你。夜族左使花雨影，恭迎夜神殿下回殿。我只是个连魔骨都没有的普通夜族，你定是认错人了。我不会跟你们回去的。在魔心殿下有一口夜族的圣泉水，叫修罗泉，有疗养之效。白姑娘即使不愿成为夜神，也可去增强功力，调理身体。事已至此，我们去吧。那里可是夜族，很危险的。只要你能有一丝希望，我们都不能放弃。何况以我的修为，我更不用怕。那我要他跟我一起去，并且你要跟我保证，我们两个不会被分开。那是自然。恭迎夜神大人。恭迎夜神大人。我不是夜神大人，我叫白楚离。白姑娘别介意，这位是我夜族幼使教徒，就由他带你去修罗泉。且慢，这位可不能同往。为什么？来之前我便说好了，我们两个不会分开。白姑娘有所不知，这修罗泉为我夜族圣泉，外人万不可进入。这位仙人就由我带去休息，白姑娘跟着教徒便是。没事的。请吧，白姑娘。仙人，这边请吧。白姑娘请。恭迎夜神大人。你们这是干什么？你快起来！夜族几百年来，群龙无首，受尽了九重霄的欺压。如今夜神大人重新归来，我等力量大增就在眼前，还请白姑娘带领我们对抗九重霄。来之前我不是已经说了吗？我只是来此休养。你们若是反悔了，我和阿晨走便是了。这可不是你想走便能走的。